像明年是太岁是丙午年，我们又称为次马年。在明年呢，不要在西北方，也就乾卦的方位上去动土，因为明年的叫做都天太岁，也称为都天大煞，是一种非常凶的一种煞气，是在西北方位。明年的悬空飞行的二黑星、病符星，这个大凶星，它也在西北方位。就西北方这两个凶相、凶的能量聚会到一起，所以明年如果是在西北方去动土的话，比如说是挖地基啊，或者是建造工程啊，那么这个呢都会表现出非常凶的相。而且明年呢，不仅在西北方动土，不仅仅是破财，还有可能什么？有可能会有血光之灾。那么西北方的生肖又是戌狗和亥猪，所以这两个生肖也会受到影响。那么在西北方的这两个生肖的运气也会受到影响，跟犯太岁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。